第一，養老金咧係你住滿10年你就可以攞，住滿40年攞到盡，的而且確真係福利嚟嘅喎。但係你越勤力做嘢，越多收入，你養老金冇晒。喂，又真係喎！你越勤力做嘢，你養老金真係冇晒，就真係好似懲罰咁樣喎。咁所以你要學識點樣安排你嘅資產喺啲免稅投資工具咯。你啲資產全部都唔係啲免稅投資工具，你養老金咪好容易會冇晒咯。嗱，我由20歲開始做嘢，而家未夠65歲，去到我65歲嗰年呢，我相信我唔會俾人養老金 clawback。雖然由20歲去到65歲，每一年呢我都係最高稅網，但係我用好多方法幫自己退稅㗎，例如fossil funds 啦。RSP 我買到盡啦，Line 221啦，借錢投資用嘅利息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 啦，charitable donation 啦，呢啲都係唔同嘅方法幫助我自己而家每年去退稅。到我年紀大咗嘅時候，65歲要攞養老金，我唔覺得我會有機會俾人 OAS clawback，因為我識得點將我非註冊帳戶嘅錢擺 corporate class mutual fund，唔係擺一般銀行嘅普通互惠基金。因為我知道可以點樣利用 corporate class 嘅互惠基金，每個月俾 income 我，但係完全唔需要報收入，係當 return of capital。